跟我保持2米的安全距离，可以拿出手机拍照留念，同时可以发朋友圈，告诉世界你今晚在金台湾嘉华度假酒店篝火晚会现场玩的超开心。来了，准备了。好，我们在倒数5位数。哎，怎么5、4、3、2、1。真帅，爱丽丝。好帅，爱丽丝。都不帅，不用。变个魔术。篝火熊熊燃烧，祝愿各位家人财运、事业、爱情、健康，世间所有的美好追着你们跑。篝火红火，家庭幸福美满。没有。美美的歌哎，有品哈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大家可以拍照，留念。好。